近期樓市有回穩跡象，房委會推出包括短裝嘅天水圍天頌苑等832個居屋貨尾單位，最後一日接受申請，唔少市民都把握呢個機會嚟交表。喺中午嘅時候，房委會職員就先將其中一個收表箱入邊嘅申請表收起。有嚟遞交申請嘅市民話：申請貨尾居屋係想碰下運氣。而家開始有個細路仔，咁都應該要揾個地方可以安置到屋企人先。我覺得好似一個及時雨咁樣咯，係啊。咁好喺個咁短缺嘅情況下，可以有咁大量嘅單位推到出嚟，我覺得係一個唔錯嘅一個措施。亦有市民話係嚟幫仔女交表。大仔都25、26啦，咁樣都差唔多啦。諗住個女都係嘅，都20幾歲啦。咁啊兩個都出嚟做嘢啦。咁啊如果你成日住公屋咧，都係會超標噶啦，都係諗住俾佢有辦法都幫佢啲置下業啦，幫佢啲俾少少首期啊。佢哋都話依家私樓貴，就算抽唔到貨尾居屋，都唔會隨便入市。房委會喺5月中進行抽籤，決定揀樓次序，大約喺6月底就會安排中籤嘅申請人揀樓。今次居屋貨尾單位，房委會共派出約47000份申請表。喺截止申請前2小時，共收到9750份申請，超額申請近11倍。當中綠表僅佔180份，只係及預留配額嘅36%。身兼長策會委員嘅公屋聯會主席黃坤認為，重售單位一向唔太受公屋居民歡迎，所以係意料中事。本身將來嘅選擇好多，第一個就買未補地價嘅嗰個第首次居屋單位啦。第二個就可以2年之後有個全新嘅所謂新居嘅供應啦咁樣。第三咧，由於佢住喺公屋，公屋其實而家每年都有2個月嘅所謂叫做政府代繳租金，係嘛？即係8折交租其實。咁即係種種嘅原因咧，其實相對而家嘅所謂居屋，特別喺天水圍嘅居屋，價錢都唔係一定係十分平嘅情況底下咧，對佢哋吸引力大減就係自然間嘅事。今次嘅居屋貨尾單位，絕大部分為天水圍天頌苑，其餘係南區雅圖閣、將軍澳彩明苑、馬鞍山錦豐苑、粉嶺雍盛苑同埋天水圍天富苑。單位實用面積為432尺至650尺，售價為119.5萬至349.5萬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黎志豪報導。